4分鐘，皇馬後場又再發動快速反擊，賓斯馬接應長傳，然後再交俾全速爆上嚟嘅巴里。C 朗見狀亦都同步跟上，最後巴里唔貪功，交俾 C 朗輕鬆埋齋。BBC 組合成功連線，再次攻破。歡迎翻嚟 LF90，我係拗波蘇。如果問大家歐冠聯賽邊隊對賽組合老是常出現嘅話，相信近年大家都會答係皇家馬德里同埋曼城。但係翻查資料記錄，如果由千禧年代初開始計嘅話，同皇馬交手次數最多嘅原來另有其人。所講嘅就係佢哋今個賽季又再見翻喺8強要面對嘅德國班霸拜仁慕尼黑啦。連埋今季過去25年嘅歐冠聯賽，皇馬同拜仁相遇次數原來高達12次。幾乎係每2季就要見一次面嘅節奏，而估唔到波叔開台至今講咗過百場波，原來都未做過任何一場呢兩隊交手嘅經典賽事。既然係咁，今日就等我用2013-14賽季兩隊喺4強上演嘅復仇大戰嚟填翻一個靚窿啦。陣容方面，主場嘅拜仁慕尼黑由領隊哥迪奧拿派出4-2-3-1陣式，門將係紐亞，4個後防由左至右分別係阿拉巴、丹迪、謝路美保定同埋隊長拿姆。中場方面有舒韋恩史迪加拍檔卻奧斯踢雙防中，而肩負起組織進攻責任嘅攻擊中場線。中間除咗有湯馬士梅拿之外，左右兩邊當然唔少得列貝利同埋洛賓嘅2R 組合。最後前場單箭頭仲有一位高大中鋒文迪蘇傑。至於作客嘅皇家馬德里，時任領隊安察洛提決定採用4-3-3陣式，門將係隊長卡斯拿斯，一隊中堅將會由比比同拉莫斯呢對黃金拍檔出任，而左右兩閘分別係干查奧同埋卡華積。中場方面有沙比亞朗素踢單防中，而佢身邊嘅拍檔除咗有摩迪之外，仲有另一位好波之人迪馬利亞。最後前場令人聞風喪膽嘅 BBC 組合，3位球員分別係巴里、賓斯馬同埋 C 朗拿度。必定會喺今日分出勝負嘅4強次回合，由白衫作客嘅皇馬首先開波，比賽正式開始。由於暫時落後緊1球，所以主場嘅拜仁一如所料喺比賽早段就積極搶攻，將條防線壓得比較上。而呢種戰術部署亦都啱晒擅長踢高速反擊嘅皇馬發揮，所以勝負嘅關鍵或者就係睇邊個可以首先入到第1球。第9分鐘，拜仁後場出現驚險一幕，紐亞出迎解圍咗落巴里腳下，巴里第一時間窩里射埋去，但係可惜炒中波底，錯過咗協助皇馬領先嘅大好機會。值得一提嘅係，今場波延續住首回合嘅火藥味，雙方嘅身體接觸有增無減，隨時都有爆發嘅可能。第15分鐘，皇馬把握一次角球攻勢，由後上嘅拉莫斯一頂破網，1-0，皇家馬德里率先打破僵局。慢鏡睇翻呢球，拜仁嘅後防或者真係俾 C 朗吸引晒注意力，完全冇人跟實拉莫斯，結果就咁釀成大錯。由於當年仲有作客入球優惠嘅機制，所以皇馬入咗呢球之後，意味住拜仁呢邊起碼都要入多3球先有機會出線，難度有幾大，相信大家都心中有數。重新開波冇幾耐，丹迪喺中圈鏟到 C 朗成份飛起，而呢下鞋底去先嘅嚴重犯規，亦都引嚟雙方球員爆發衝突。不過丹迪最後都只係收咗1面黃牌，真係要多謝球證高抬貴手啦。而被鏟傷嘅 C 朗好彩喺場邊接受治療後，仍然可以翻到場內繼續比賽。呢頭講完冇幾耐，轉個頭拜仁球員又落腳侵犯巴里，呢種咁衝動焦躁嘅踢法，好快佢哋就要付上代價。迪馬利亞開出罰球斬入禁區，皇馬球員成功頭槌破網，2-0。原來又係大都市衛拉莫斯啊！2年前主罰12碼做過罪人，2年後嘅今日佢大罪立功，梅開2度，協助皇馬將2回合嘅領先優勢擴大到第3球。慢鏡再睇呢球，原來比比都有份助攻噶。當年皇馬有呢對黃金拍檔喺度，真係攻守兩端都令人放心啊！轉眼間連失2球嘅拜仁，重新開波之後明顯變得更加心急。第26分鐘，列貝利窄角度試射一腳，不過角度始終有啲勉強，結果射門偏離目標出界。隨後一段時間，單論控球率嘅話，拜仁呢邊後衛完全贏晒，但係佢哋始終得勢不得分，一直未有比較大嘅威脅埋門出現。反而皇馬呢邊揸住3球放開嚟踢，幾下簡單直接嘅反擊，仲更加到肉啊！第34分鐘，皇馬後場又再發動快速反擊，賓斯馬接應長傳，然後再交俾全速爆上嚟嘅巴里。C 朗見狀亦都同步跟上，最後巴里唔貪功，交俾 C 朗輕鬆埋齋。BBC 組合成功連線，再次攻破拜仁大門。除咗基本鎖定勝局之外，C 朗拿度亦都憑住呢個入球正式超越美斯，以15個入球成為歐冠聯賽歷史單季最多入球球員。
雖然現場難得有個歷史紀錄誕生，不過鏡頭所見，拜仁嘅球迷同埋球員就真係點都笑唔出啦。上半場餘下時間，場波嘅形勢又好似去翻比賽開場早段咁，拜仁保持控球，不斷喺左右兩邊嘗試突破，但係每次嘅結果都係一模一樣。沙治奧拉莫斯同埋比比率領嘅皇馬防線，今場波實在稱得上做固若金湯。拜仁直到半場哨子聲響起，都仲係未揾到解決嘅方法，唯有將0-4落後嘅總比分暫時帶翻入更衣室。喺繼續睇下半場之前，希望可以先俾個 like 同埋撳個訂閱。如果想睇新片預告同埋更多足球資訊嘅，就記得 follow 埋 LF90嘅 IG 啦。中場休息嘅時候，拜仁用馬天尼斯換走咗上半場接近隱形嘅文迪蘇傑，就睇下咁樣會唔會對比賽嘅形勢產生變化啦。第53分鐘，皇馬禁區解圍不遠，阿拉巴避過防守後射門，但拉莫斯反應夠快，飛身將射門化解。第57分鐘，洛賓喺禁區邊食護衛起腳，可惜角度攞得太盡，結果個波貼住柱邊出界。3分鐘之後，輪到2R另一位嘅列貝利發威，個人強行突破後起腳，可惜射得太過正宗，最後被卡斯拿斯奮身接實。第64分鐘，乜都試下嘅拜仁開始試埋遠射，卻奧斯嘅射門力度雖然夠，但角度差咗啲，結果都係無功而還。隨住時間1分1秒咁過去，總比分落後4球嘅拜仁，基本上已經同出咗局冇咩分別噶啦。但係話晒都係主場作戰，一班球員始終都想諗辦法破個蛋，盡力挽回翻一點面子。第75分鐘，洛賓同後備入替嘅國斯短傳配合，後者精彩擺脫防守，可惜最後一腳射門高出。3分鐘之後，卻奧斯喺禁區邊一扣一射，結果又係差咗少少。其實成個下半場，拜仁都係表現較好嘅一隊，但就係唔知點解，最後一腳始終射唔入今日嘅皇家馬德里。進入比賽尾段，成個下半場都冇咩鏡頭嘅 C 朗，突然喺個唔錯嘅位置搏到罰球，或者場波嘅主角真係一早安排好。C 朗拿到下半場唯一嘅精華鏡頭，竟然就係再次入波嘅畫面。估唔到拜仁慕尼克喺完場之前都要再度被 C 朗喺傷口上灑鹽，兩回合總比數輸到嚟第5球。賽前應該冇人會諗到呢支衛冕冠軍竟然會落得如斯下場。最終憑住2年前兩位出局罪人拉莫斯同埋 C 朗拿度齊齊建功，各自梅開2度，成功帶領皇家馬德里血洗拜仁慕尼克。兩隊後續嘅發展係點？我哋轉個頭再講。上個賽季實力勁到被稱為宇宙人嘅拜仁，估唔到今場波除咗衛冕失敗之外，仲要俾對手完美復仇，留下咗一場大敗嘅歷史紀錄。而贏波晉級嘅皇馬，後續除咗有 C 朗繼續刷新入球紀錄去到17球之外，球隊亦都一舉捧走埋失落多年嘅大耳獎盃。喺決賽發生嘅所有故事，有興趣嘅可以睇翻我嘅舊片重溫。其實喺千禧年代初嘅歐洲戰場，拜仁曾經係皇馬長期嘅噩夢。由00年直到12年為止，雙方一共交手過14次，其中拜仁以9勝1和佔據住絕對嘅優勢。但係喺今場波過後，噩夢嘅角色似乎就有所調轉啦。因為拜仁對住皇馬嘅戰績從此急轉直下，一直去到24年為止，兩隊再有8次交鋒，但係拜仁竟然輸足6場，只係得2次和波，再未贏過皇馬任何一次。翻嚟25-26賽季嘅現在，兩隊嘅人腳同12年前相比，基本上已經改頭換面。喺歐冠聯賽充滿歷史嘅紅白大戰，唔知道今次又會有乜嘢驚喜俾到大家呢？今集嚟到呢度就吹雞完場啦，歡迎留言分享你哋嘅回憶同埋睇法。我係 Al 波叔，我哋下集再見。